嗱，咁由下至上，每層頭髮係2寸厚，平線分河。凡係長頭髮咧，我哋都係會用呢啲咁嘅模式去捲頭髮㗎啦。攞嘅 session 係打直去攞嘅，咁根據翻你用嘅電髮芯個粗度啦，你學過電髮一都知㗎啦。電頭髮每一執頭髮基本上我跟翻我用幾粗嘅電髮芯，我就攞翻幾厚嘅頭髮。咁今次拉嘅角度就係水平線，全部拉水平線出嚟。將個尾用一張紙對接，即係將執頭髮擺喺一邊啦，將張紙對接啦，撕濕張紙啦。初頭咧，如果你哋未慣咧，我可以好似我咁樣做法。將個尾翹響個心嘅一邊，翹落去，突出少少唔緊要，跟住順住個心一路咁扭上去，利用晒成個心個長度。落橡筋嘅，如果我而家喺左手邊咧，我就全部落晒喺左手邊啦。我而家個心係點咧？係由左手邊向內咁樣捲入去嘅。咁當我捲好手，由先咁捲好咗，我個橡筋咧一定要搭喺左手邊。如果我搭喺右手邊嘅話咧，我個心係會跌咗落嚟嘅。我留意下我點做啊？首先個頭髮我會打直去攞。梳順佢啦，由髮根梳順咗佢啦，個角度大概係一個水平線啦。將個髮尾擺喺張紙嘅一邊，然之後對接，你可以突出少少髮尾啊，等你容易啲上落個電髮芯嗰度。將個尾，因為你啲尾太碎啦，翹落去先，翹咗佢，跟住順住個心一路咁樣扭上去。量晒成個心嘅粗度、長度2寸厚，咁你咪用翻嗰把剪髮梳，因翻2寸係幾厚咯？你有3把梳㗎嘛？一把剪髮梳，一把排骨梳，一把尖尾梳。咁你哋而家捲頭髮、電頭髮咧，一定係用尖尾梳㗎啦。但係你度呢個2寸厚咧，你哋就利用嗰把剪髮梳去度啊。越長咧就越難捲嘅，所以咧，如果你哋有需要咧，我可以俾你剪短少少啊。同樣都係2寸厚，跟住個頭型拉水平線，又係用綠色嘅電髮芯。首先將個尾擺喺張紙嘅一邊，然之後將張紙對接，可以突出少少髮尾。將個髮尾，首先我翹喺個心上邊，翹落去，跟住順住個心，扭到落去。橡筋一定係搭左手邊。凡係長頭髮咧，我哋喺帆屋咧，大多數都會用呢個咁嘅模式，即係抹除咗嗰啲咩陶瓷電頭髮啦。一般用一啲電髮芯嘅長頭髮咧，我哋就會用呢啲咁嘅模式去捲落去嘅。佢電咗出嚟咧係冇咁鬆散㗎。你哋一級學嗰個基本電髮咧，如果你用喺長頭髮上邊咧，係會散好多㗎。扭落去要用啲力去扭緊佢㗎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扭到佢鬆飄飄咧，佢會散㗎。全部都係打直嘅 section， 根據個電髮芯個粗度去攞頭髮。
攞好咗之後，就將個頭髮係成水平線拉出嚟，梳實佢。將個髮尾擺喺張紙一邊，然之後對接張紙，突出少少個髮尾。將個髮尾翹喺個心嘅上邊先，翹咗落去先，跟住順住個心一路扭落去，一路係要蹬直啲頭髮，唔好咁樣鬆飘飄，蹬直嗰啲頭髮，扭落去嗰陣時係扭緊佢，一隻手綁住個心，一隻手扭落去，扭到盡頭都仍然扭緊佢，直至我落咗條橡筋，我先可以放手。轉用黃色嘅電髮芯，同埋要將個角度又再將佢拉高啲，因為如果你仲係用水平線嘅角度扭落去嘅話咧，下底個行心就晾住咗噶啦。你要避開下底個行心啦。今次你要將個頭髮個角度咧，相對又會攞厚咗，同埋個角度會抽高咗，大概係向上45度角左右。90度就係咁樣嘛，大概45度角咁樣啦。避開下低嗰隻心，又係啦，將個髮尾擺喺個紙嘅一邊，然之後對接咗張紙，將個尾翹落個心嗰度，順住一路咁樣，咁咪貼晒埋去個頭皮咯。落橡筋又係落響前邊。其實點解用黃色嘅？電頭髮咧，我響1級都講過啦，頭頂係會受攣啲㗎，髮尾係冇咁易攣㗎，所以我就會用個電髮芯去就翻嗰啲攣度啊。黃色同綠色係啱啱好一個 size。即係大1級細1級咁解嘅啫。咁因為下低髮尾難攣咧，咁我就會攞細1級嘅電髮芯。梳順咗佢，向上抽高啲頭髮，唔好咁樣就算數啊！抽高佢，大概45度角，擺喺張紙一邊，然之後對接。又係同樣將個髮尾翹喺個心上邊，先至慢慢沿住個心扭落去。